Connie 18嘅全新欄目，將會同大家走遍世界各地，尋找居於異國嘅香港人，分享當地嘅物價、樓價以及理財生活。就等第一集嘅受訪者介紹下自己先啦。こんにちは ，Hello， 我個名叫做 Matthew 岑浩軒，我哋咧係旅居喺沖繩嘅香港家庭。Hello， 我係 Matthew 嘅太太 Isabella， 大家好。こんにちは ，My name is Michael。你好，我咧係岑子樂，我咧我中意出去玩，我咧6歲半。Matthew 原本任職銀行，後來轉為全職炒股，賺到第一桶金之後，喺香港買入3個物業，後來將其中2個賣出，再買入位於成都嘅3個寫字樓。而家每年都大約收到42萬嘅人仔租金㗎，每個月平均仲有4萬蚊港紙做生活費，一家4口，從此就過住無了期嘅遊牧之旅啦。曼谷嘅樓價低水，一個500尺距離地鐵5分鐘，而且仲有天橋連接嘅 apartment， 售價大約係130萬嘅港紙，生活費仲更加平啦。街邊小食每樣都只係5至10蚊港紙，20蚊可以食到好飽好飽，100蚊嘅話仲可以稱得上係豪飲豪食添啊！就覺得沖繩嘅生活指數其實同香港差唔多，無論係水電雜費、飲食上都相差無幾。不過樓價就相對低水，坐落於大型購物商場旁邊嘅1000尺樓盤，售價都只係240萬港紙咋。3年以嚟 ，Matthew 先後旅居泰國、成都同埋沖繩。由於沖繩嘅教育制度完善，罪案率低，都成為 Matthew 同埋太太繼續選擇旅居於沖繩嘅原因啊！如果大家都想學 Matthew 移居日本，甚至成為日本人，除咗識講返句 Konnichiwa， 又有咩條件呢？如果你要真係去日本嘅話，你就一係就入籍，一係就攞永住權啦。咁點樣可以攞到呢兩樣嘢咧？其實都係要靠一啲嘅你要有一個嘅喺嗰度住滿咗一段時間啊，咁你就可以申請嘅。咁譬如入籍嚟講。一般咧，你喺嗰邊連續住咗5年，又或者永住權咧，你喺嗰邊有一個有效嘅簽證，有10年嘅簽證，你先可以去提出申請話係你去轉做一個入籍或者永住權啊。